嘅唔對就啲呀休息一下，來享受一下大自然嘅特性哈。唔對看，這片有當到用一個比上比下呢。有冇看到當到嘅楊梅嘅、老雕嘅，河壩上還有當到嘅花。係呀，一係當到動物，還有植物嘅家園哦。啲呀呢，我哋都得看到各種動物，像係怪嘅、嘅、下降、冇害。哇，哪種動物嘅數量都當到。係啊，一片嘅生態哦，真見當豐富。古上我哋應該更加用心來保護野條嘅生物，還有佢哋帶嘅微數，本佢哋做得繼續啲野生發下去。係啊，佢延期嗰邊哦，平常時係因為來維持一多樣嘅生態系統咯。我哋延期呢會定期檢驗水質，維持好嘅水，能夠提供休息嘅微數，來保護一棟多冇共用嘅生物哦。哇！佢延期提供一個當學識嘅環保做法呢。係啊，喺我家行過來嘅時候，有看到一個牌嘅，寫林土友善10P，呢啲乜嘢咯？呢係本動物用嘅10P，因為我哋喺森林地度啊，從頭會看到動層嘅狗欄、水井、水池，還有當到嘅泥表，也會團起嘅動物專業嘅路線，韓國佢哋喺個跌下去就當難出生哦。原來係安尼啊！係啊，今日真係好多當道呢，更加好難言哦。真係係太好咧！我嘅目標呢，就係個更加多嘅認識一大自然，好善用辦來保護佢，因為當感謝梁生呢來參加一個生態討論活動哦。希望呢有做啲啲安靜嘅大自然，享受快樂嘅時光哦。安子姐啊，上嚟了，哈，上嚟了。真嘅冇想到呢，唔單將河壩也比塘度，咪係生態同多樣，也真嘅充滿生命力。有楊梅嘅啊、楊葉嘅啊、冇害啊，當多平常時真嘅當閒地看到嘅動物，唔過我保護了大地球，真嘅大家共下來聽書咯。共下來看一下，家下有哪條詞彙韓國記嘅。得大家共下來學習了。第一隻楊葉嘅楊葉嘅翻譯就係蝴蝶。有當到楊葉嘅比上比下，有當到楊葉嘅比上比下。嚟睇下南詩嫣係樣板形講。有該到楊葉嘅比上比下，有該到楊葉嘅比上比下。嘅意思就係有好多蝴蝶飛上飛下。第二個詞彙楊梅嘅意思就係蜻蜓。當到嘅楊梅嘅老雕嘅，當到嘅楊梅嘅老雕嘅，來睇下南詩嫣講。該到嘅楊梅嘅豚雕嘅，該到嘅楊梅嘅豚雕嘅。一句話意思就係好多的蜻蜓和鳥。接下來有個動物係乜嘅咧？就係怪嘅。翻譯就係青蛙。看到各種動物，像係怪嘅、下降、冇害。看到各種動物，像係怪嘅、下降、冇害。翻譯就係看到各種動物，像是青蛙、魚、蝦子、螃蟹。好，詞彙牢記嘅學題咧，接下來就係進行教學。啲家下影片地圖，有講到啦，唔單止有河壩，還有比塘，還有生態圖覽。差啲就用黑話來問下啲比塘度，係比塘順，都係看到哪條嘅動物。
呀用一嘅啊，用咩啊，还有怪嘅，到底用把形容合法来形容咧？比如讲，唔做得安尼问，比堂做得看到乜嘅动物？池塘可以看到什么动物？你想去回答，用一嘅就做得安尼讲，做得看到用一嘅，可以看到蝴蝶。同样嘅问题了，比堂做得看到乜嘅动物？冇一隻動物了，做得看到羊咪嘅，可以看到蜻蜓。好，再複習一擺。比堂做得看到乜嘅動物？一擺又冇一隻動物了，做得看到怪嘅，可以看到青蛙。好。今日嘅詞彙啊、短句啊，還有句型嘅教學，全部教本大家了。接下來就係複習嘅時間，請大家都想下，今日有哪啲嘅句型，行文熟絡嘅，行文熟悉嘅，聽得出來今日複習嘅時間了。